正人的上间，祝你罗保即时荣荣正直，来ful尽上帝，用你的恩，用你的疼来祝福一家的同工，愿来将你的话转入正人的上间，使阮得到主你的恩和正道，罗保健康平心，或者来迎接你，恳求你带到这个所在，互主你的话真正伫正人的中间来听见上帝的声，来得到恩，来得到祝福。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伫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这是咱要三甲来学了吟诗学了吼。咱会当一同去哩，若有无方便，咱会当坐咧吟。是咱敬拜一半有较忝，咱会当坐落来。咱第一首夜幕观看强冲无限，圣诗第8首，咱来吟全首。夜幕观看无限强冲，千万星星布满天空，河海交争光明黑通，宣扬上帝创造丰光，日头出现，当升西落，彰显上帝权能创造，依法光辉，照遍宇宙，是殿大灵统管万物，黄昏日落，月亮出现，光照大地，故事连连，无言无语，讲起由来，学了上帝献给光彩，第一就位无所更起，亲像万千明灯闪烁，一面繁华，一面温馨，学了上帝心是温情，日月痴心无分这灵，长期清明温泉无停，虽然长西无出声音，准照天落，发出光明，世间情人欢喜来听，阳光传出荣耀的声，在光明中永远落落，全力上主伟大创造。第一首华语，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咱继续用祈祷的心来敬拜，愿上帝透过诗歌来对咱讲话。让神的儿子以他生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
赏赐平安的神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让神的儿子，让神的儿子以他生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神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欧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命，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耶稣，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求耶稣充满。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咱学了到这，这是咱游玩徛地，咱三个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该是大的。天地的拢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大愿的上帝，听阮的阿爸爸，阮
感谢你，拣选阮甲你的救恩有份，赏赐圣神安慰教示。主啊，伫你的内面，伫你的面前，阮来献上阮的敬拜。阮要讲，只有你是配得最大的学乐甲尊重。阮恳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则搁一届洁净阮。阮将阮的重担，阮过袂去的软弱，摆咧主你的面前，求主照你好的旨意掌权伫阮的心思意念，也赐阮教业的气力甲智慧，伫生活中来荣耀你。今仔日下晡阮伫金山的净坛活动，求主眷顾，互中会一切的筹办拢顺时平安，互阮搁一届看见即块土地的水，体会主你的创造的伟大。主啊，阮教会逐项聚会、团契、社区班，求主保守服侍的同工，特别伫12月，阮备办圣诞的活动，求主祝福掌权。通过逐摆的活动甲聚会，阮所野福音的种子有主的带领。阮求主，互教会诚做社区的光甲盐，转变即个社区属灵的空气，将你竞选要得救的朋友加添互阮。阮伫11月的选举嘛，恳求主掌权，互即个土地的人民会当选出合主心意的领导者来治理甲服务。阮也为着中国祈祷，求主互新的一届的执政者有公义、疼人民、疼土地的心，有对你来的智慧来治理国家。两岸的关系会当和平平等来徛起。主啊，阮继续为着阮少年做兄弟姊妹有身躯有病痛，伫即个世间有重担甲困难的，恳求主听因的祈祷，照你美好的旨意医治甲透放。阮有兄弟姊妹有人伫国外生活的，愿主也甲因三角地地，保守因一切平安顺遂。今早起，阮搁一届感谢你，你搁一届赏赐祝福因带蔡长老，借着伊来签名你的话语。阮无论是实体的敬拜，也是线上的敬拜，恳求圣神拢伫阮的心做工，互阮通领受你的话语带来的气力，更新阮的性命。这是阮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学乐的时间，请助理二因要献2条诗歌，《云上太阳》，奉你名得胜利。我
小天使拍者头啊，好，伊今日写好咧，今日小姐告诉哥是个彩水的。真感谢主耶的献诗吼，真可爱的歌声。下面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到第18节。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到18节，由我来读。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起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约翰为着伊做见证，叫讲：即个就是我所讲，对尾我来的，诚做我的大声。因为伊本大声我的弟弟，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煞接恩典。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有表明伊。下面我个华语歌读一解。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到第18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以上下面阮请蔡长老为咱证道，伊的题目是学习耶稣第1讲，专人悟行。让大家给到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在风雨中仍然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纪念我们渴慕仰望你到你圣殿敬拜的心。让我们以心灵诚实的敬拜，求主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求你我们进圣灵接纳着我们。让我们在圣经的学习之中，知道仰望主，也知道主你仰望父神。让每个人在你的心目中都是成圣，都是得着纪念，都是得救生命册上的每一份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是平安，请你用你的心把你的出名给他讲平安，说上帝爱你。来跟各位问一件事情。我叫蔡崇义，你们认识我吗？你们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什么吗？你们知道我昨天晚上吃什么吗？你知道我每天晚上抱着我太太亲3下吗？你知道我在怎么问安吗？现在不能，现在讲到。你知道我怎么去问安？我的行为啦，我的嗜好啦，我在家里怎么穿着，我去做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认识我吗？你们认识耶稣吗？认识耶稣，但是我们还要学习耶稣的脚步，就认识耶稣为我们舍命就够了。你们认识我蔡崇义是个基督徒，我来这里跟大家都一样，没有我比较伟大，也没有你比较伟大，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卑微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侍奉的，没身份没地位，在上帝面前都是谦卑的服侍，这都是重要啊。那么开始有3讲内面讲学习耶稣，你讲哎呦，太你讲这个题目，在耶稣，我从出世读书，你都捌耶稣啊。你捌耶稣，你认识耶稣，你可以学习耶稣，但是你要先认识他。你真的认识耶稣吗？为什么要全然向神？因为耶稣就是神的榜样，耶稣就是全然学习上帝的样子，学习父神的样子。那我们要再深入去了解。我们对每一个人都可以传道，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有神学院？为什么要在经济？因为我们要更了解耶稣。
我们从开始来认识学习耶稣，认识上帝，我们对圣灵充满，慢慢的让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能每天去西餐厅吃套餐。我每次在做礼拜都说我今天吃的套餐好好吃哦，但是我们相对的早上也要吃那个什么韩鸡梅啦，早上也要吃稀饭啦，中午晚上我们在家里要吃家常菜，让我们身体得到健康。我身体健康啊，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会友，都有健康的教会，阿们。所以咱今日明仔礼拜六说。这两天听报道会了后，一个老人去听报道会了，足感动的。一当场翘在头前讲：“我决意信主，我决定信主，我决定信耶稣。”牧师在讲说：“你要信耶稣，你要随时随地，不管是拢去传道音。”哇，听到好感动。结果他坐在地铁上面坐的时候，他心里就一个感动，你学传福音，他就站到走廊上面去。你们要信耶稣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耶稣啊！那大家都没有反应，大家都睡觉，都滑手机，大家都不管。他觉得他又很急，要心里告诉他，赶快跟他们讲，你们要信耶稣啊！天国近了啦，你们要信耶稣啊！这是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孩，满脸的愁容，已经很不耐烦说 ：“Shut up， 不要讲话好不好？卖恭维好不好？就差，你们要信耶稣啦！你们要信耶稣啊！”那妇人很生气呀！我在休息，我心情已经很不好了，你还这样吵我，站起来，啪就把他打一巴掌了，血就流出来。他嘴巴擦一擦，你们还是要信耶稣。坐在他旁边的小孩子站起来，说：“妈妈，你不要打他了，他是上帝所派来的。”他妈妈一听到，跪了下来。跪了来，我唔对了，我们信耶稣了。那个人甲问讲：“啊，你啥太安尼？”伊讲：“吼，我从每囡仔出去了发烧以后变成哑巴，不能讲话。我今天去带他看一个名医，他非常的有名。我在想说，这个名医应该能多少找出一个变因。我讲简单讲话，那个名医阿讲还无救啊。”无药可救，你就接受这个事实，他是个哑巴。然后他居然开口讲话，他说：“他是上帝派来的，我真的相信耶稣，真的是神迹。”你们相信神迹吗？你们要相信神迹，就每天都发生神迹。今天我先跟各位抱歉了，我昨天破的灵修在台湾里面说，我们礼拜熬还有小组就是礼拜以后他们要很浪漫的去金山里面看那个大浪冲过来，然后2个人在那边很浪漫的在那边散步。我本来以为下雨啊，所以应该没有去，会有小组，所以我昨天还没有很确定，因为我知道台风来了，可是台风每次碰到台就弯所以今天仍然去，我们照常感谢主。风雨无阻的相信，信耶稣是在什么所在？你会传讲上帝为伍啊！这足有名报道去到一个乡镇啊，到一个乡镇，大家都慕名而来，因为他要讲的题目就是耶稣怎么爱你呀。那时候布道家到了，站起来问一句话：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我今天讲耶稣爱你，你们知道我要讲耶稣爱你吗？他说知道，你们都知道了。知道我就不讲了，这就下去了。布道会一堆人聚集非常有名的布道家第二天更多人来了，全部都找来，大家讲好啊。他问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就想不知道。布道家上去，你们知道现在我要讲耶稣爱你，我要讲什么吗？大家讲不知道，不知道回去看圣经。他要走了。好了，这样好了，大家分好，这边讲知道，这边讲不知道。第3天到布道家上去，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耶稣爱你，讲什么吗？这边讲知道，这边讲不知道。布道家就说：“那知道的人讲给不知道的人听。”今天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我们要讲给没有听过耶稣名字的不知道的人，我们要讲给他们听所
所以我们要讲耶稣基督。什么叫耶稣基督？我们说看耶稣基督，我们看弥赛亚，我们看我们的神的儿子。为什么看这些话里面什么叫耶稣？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章，从第17节我们看到第26节，我们看到什么？看到那个天使跟约翰在讲话，跟约瑟在讲话。约瑟吼，我玛利亚都要被娶过门，哎呦，听讲有新啊呢。这个怎么这不太好吧？在犹太的律例，没有结婚跟别人有小孩、有怀孕的话，要用什么？石头打死那怎么办呢？他是个义人，他心很好，他不忍心伤害玛利亚，想暗暗的把它休掉。在犹太律法休就是一个休书而已，不像我们现在我太太要休我太太写个休书，我被休掉了。但相对的，在犹太那边他就暗暗休掉的天使就来了，约瑟啊，我告诉你，他是从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呢，他不是从人，是从圣灵怀孕呢。你也看后面叫什么？叫耶稣啊！什么叫耶稣？救世主，就是拯救。耶稣是个拯救，名词拯救。所以很多人在犹太，当然很多人取名叫耶稣。耶稣是个拯救，那个后面叫拯救。一来，伊是要拯救这个世间人，伊要带来拯救，要带来愿望，要带来信心。这就是以马内利上帝给咱三个地的。所以耶稣的名是什么？那个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是一个受膏鱼的受膏者。基督是个受膏者，是个受应允，是个来要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听到弥赛亚很好听，我们每个圣诞节呢特别搞的那种去弥赛亚，这样的那个弥赛亚出去，那个 Handel 的弥赛亚非常的好，那就是他从耶稣出生到耶稣钉十字架，整个的到最后哈利路亚 cross。我在40年前大学时代参加 YMCA。但是因为现在老了，轮到谢长老去唱弥赛亚。相对的那种，每次在唱完之后，尤其那个哈利路亚 chorus 到最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暂停那一拍，你心里有时候眼泪就会掉下来。这是哈利路亚，然后最后有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什么？耶稣是耶稣，救世主，他是救世拯救世人，这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什么？他的头衔。蔡崇立先是监察委员，所以在外面人家叫称我蔡监委后蔡崇立监察委员。我在法院当院长，人家说蔡崇立院长、蔡崇立蔡院长。可是我还在家里我太太不是叫崇立阿基啊，不就是蔡崇，我大乡叫阿基啊，不崇立啊，蔡崇立，那是外面啊。在家里我不必喊头衔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耶稣基督，我们在家里是称呼耶稣啊，称呼彼得啊，称呼使徒保罗啊。这个在让我们知道一件什么事情？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当初是用旧约的希伯来文所写的。弥赛亚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受膏者。许我以为，没来讲到这些，没来讲到传福音，他是一个受膏者，上帝所拣选的。那这个讲的基督是那个希腊文。其实两个是同意思啦，所以咱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咱有通常加一个主，做一个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啊。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所有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所念的经节里面，今天所读的圣经，才跟咱讲啊，讲道成做肉体，道成肉身呐。什么道？道就是上帝嘛。上帝加做肉体，道成肉身，降临在我们世界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我们看到他的荣光，我们看到这些光，可是约翰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光来到世界啊，我们有没有接纳他？没有如果有的话，他就不必钉十字架了。我们经常没有接纳，明明知道他是真理。他是恩典，伊是丢的，伊是光，伊要出来，互咱光明，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可是我们没有接纳他，所以耶稣为爱而生。为什么为着听上帝为着听来出世的时阵，上帝要将大家时候，咱就看，以前上帝家人是直接在对话呢。你看，在摩西的时候，他在那边旷野木。
牧了40年，40跟摩西很有缘哦。他40岁杀死人，40岁40年在旷野，然后在旷野流浪，出埃及记又流浪了40年。他看到那个荆棘那些着火，吓了一跳，可是焚而不毁啊！就是我们长老会的标志啊，焚而不毁，吓死了！以色列人的观念看到上帝上一定会死掉啊！上帝啊，那边出声，上帝啊，跪下来，上帝跟他讲话，带他们出埃及吧。他们在那边，我的子民的哭喊我都已经听到了，带他们出埃及吧。我可以吗？我没有用了呢。如果40年前我还是壮人，我还非常英勇啊。我80岁了呢，我没有用了啦。上帝不要找我，我也没有口才啊，没有口才找你哥哥亚伦啊，你们一起去啊。去跟法老王讲啊，其实法老王本来就是算起来是他的孙辈了，侄子辈好，孙啊好，侄子辈，那相对的，我不敢了，我没有，可他是接受呼召。以前上帝跟人是直接对话，然后他带他们出埃及记，在西乃山呐，上帝的声音显现在他上面了。以前上帝跟人直接对话，所以利未记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提到什么？耶和华向世人显现。但是我不否认哦，在旧约时代没有一个人说我看见上帝，只看见上帝的荣光，因为人的眼睛根本看不到。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连他的脸你都不能看啊，因为全部发光啊，所以摩西也用帕子，就是要把他脸遮起来啊，因为荣光太显眼了。我们经过这个时代以后，我们就慢慢看到了什么？从旧约的马拉基书总共有4章6节，在4章第5节、第6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马拉基书，小先知马拉基告诉我们什么？说在上帝在来的之前呐，在大能者要来敬畏的上帝要来之前，会差遣什么？一个以利亚，差遣一个先知以利亚，做什么？要让父转向子，子转向父，也就是让我们以色列，那时候讲的是指以色列人的脸开始转向上帝，因为上帝的愤怒本来对人的恶行已经罪恶充满，已经很愤怒了。你说我没有罪，我们都带着罪来出生啊，那有罪啊，那罪就当的呀，所以带着罪来出世呀。你们那去书的时阵，跟咱讲，上帝会差遣一个弥赛亚，这弥赛亚要来以前，伊会差遣一个先知替来开路，替来宣扬。当然，咱知道今晚那个以利亚是指施洗约翰、加塞利约翰。然后这样的话，让大家回心可以转向。我们可以解释说，我们转向上帝的年，因为我们离开上帝太久了，我们跟上帝隔绝太久。可是马拉基讲完之后，隔了多久？400年。他们在埃及多久？400年。这个数很好玩，是不是好像不太好的数字？从马拉基先是跟他们讲说，弥赛亚要来，会差遣一个以利亚来。结果一等多久？等400年呐！上帝呀，你到底怎么搞的啦？上帝呀，到底怎么搞的啦？为什么都没有先知来呀？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我们都背得太熟了。上帝为了爱我们呐，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人已经没办法靠自己来赎罪啊。家己无当赎罪，所以上帝将伊独生的囝，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啊。后来会当因为上主要说基督所流的血，他流的血洗清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上帝啊，要救我们，给我们不至沉沦反得永生。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上帝公平不公平？我没有说上帝拣选啊，上帝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啊。所以我不是说上帝拣选，反正听到福音的就是说上帝拣选的。然后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什么？我要差遣谁呀？你要不要接受差遣？他拣选你，但是你要不要被拣选呐？
所以有一幅很有名的图画，里面画什么？画耶稣在敲门。大家注意到没有？那幅画里面门没有那个圆圈门签门的坑啊，耶稣没当开门呢，耶稣叫你在给你弄门啊，敲门呐。启示录3章21节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开门呐，门窗是在你里面呐，你要开门，耶稣在当里面，你要开门，耶稣才可以进去呀。所以相对上帝差遣独生子，问题是你接受不接受呢？你接受不接受？你有接受了以后，你才会得救啊。所以他的独生子，什么叫独生子？我们在想说，那这样的话不对吧？你说三位一体有个上帝，有个耶稣，有个圣灵，不同样嘛。父亲怎么跟儿子一样？其实父亲儿子是用我们的观念，其实是上帝本身，他降临为人。他跟上帝是什么？同质同体同荣耀，他的性质他的性情，他的儿子是一模一样。所以主耶稣经常讲说，你们看不到父，你们看不到上帝，可是从我身上你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是什么，就可以看到上帝。可是那时候有人体会吗？没有嘞，包括施洗约翰都不体会呢。施洗约翰讲说，耶稣来是弥赛亚，弥赛亚来是什么？要打败希律，要打败罗马帝国，领以色列人反抗啊。所以他甚至在监狱里面还派门徒去问说：“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理论上他应该很清楚这个弥赛亚，可是弥赛亚不是现在攻打的王国，而是上帝要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等时间到了，你没有悔改，末日审判到，没话讲了，死人活人就在上帝的面前，主耶稣基督亲自审判。他们是同质同体的。我们所看到，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那第1章第1节就跟我们讲什么？太初有道，那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起头有道啦，道跟上帝三角地带，那道就是上帝。当然啦，上中声这个道跟咱讲，这个道，这个道就是父怀里的爱子，伊从身躯本身所分出来的，所以伊本身是上帝。当即当体，同质同体，同荣耀，同荣光，是他分出去的。所以他用神的格所以相对的，我要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经常所提的，都提的什么？神爱子，就是他的爱子，上帝所爱的独生儿子。这是用我们人的观念来看的，其实他就上帝本身唯一的、独一的，上帝所分出去的唯一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受洗。我们看到耶稣的传道，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在受洗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施洗约翰是用水、用水给你行洗礼。总是主要说基督用什么？用圣水给你行洗礼啊！所以说基督现在这时候天开啊，圣神降临，圣灵降临。上帝讲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欢的。耶稣基督跟咱行洗礼时候，圣神降临，所以讲咱以后行洗礼是圣灵跟咱同在。你要受洗礼，受福气，因为圣灵跟你们同在。这是什么？这是三一神的兄弟三位一体，就是道成肉身。我们三一神，上帝跟我们一起同在。所以，如果不是神，那怎么可能替得我们赎罪呢？所以，约翰一书2章2节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做了挽回祭。作为挽回祭，旧约只有5祭耶，旧约没有挽回祭呢。旧约有赎罪祭，但是没有挽回祭。这5个祭里面没有，其实那是一个统称。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做了所有的奉献，他就是牺牲自己，成全了我们所有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做礼拜没有把那个牛羊、羔羊拿来上帝的面前侍奉，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那当里面祭献兽来献祭，那个做礼拜就像献祭啊。咱伫上帝面前献祭，这是偌公平的一件代志啊！这互咱知影，耶稣的名是啥？是救主啊！耶稣是救主，无毋对啊！要救啥？要救咱所有百姓啊！所以你们在福音的时阵，你也去看迄个约瑟，天使跟约瑟讲的话，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以马内利。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诗歌会有2次唱以马内利，这首歌非常的喜欢。因为从这首歌里面，我们深深体会到上帝真的是爱我们。耶稣是不是神？耶稣是神。我们现在不是做宗教的辩论，
你知道宗教辩论哦，新人伊做者学派，有人讲是三位一体是三个给分开，有人讲三个合作会，三个都有神格。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他是同质同荣同尊同权同存同在，永远都是神的。他就是跟上帝一样的位格父子是永远分不开的。所以他为什么叫独生？无以比伦呐，就是他一个独生子不是说我生一个儿子而已，而是说他就是独有唯一的上帝。他不是天使天使也是创造的。人类是创造的，天使也是创造的，可是上帝是是上帝的本体上帝的本体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父神是完全都分不开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什么？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看到什么？可以表现出来。从耶稣身上，我们看到神。我们可以慢慢知道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上帝耶稣就是上帝道与上帝同在所以当时耶稣行了很多奇迹异事，那么耶稣呢许多奇迹异事他跟他们讲，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听了不得了除了我以外，你们别的上帝，上帝是唯一的呢。除了上帝以外，不能有别的上帝。你耶稣既然说你是上帝，那还得了？要打死才对。他又拿到石头就要打耶稣上帝只有一个，你耶稣说你与父、你与上帝是一个，你们是同体的。你们是同质的，你们是同等的，你们是上帝不得了，拿石头就要打他。耶稣说我做了这么多善事，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呢？你说那浅略的话，你攻击了我你侮辱了兄弟。耶稣觉得很奇怪，我就是上帝没有错，上帝是唯一的，本来就是唯一我跟父是同质同体上帝是唯一的，我也是唯一的，因为我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要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们要记住这句话：道就是上帝，道就是上帝，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教宗。我们再来连续有2讲，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教宗。学习耶稣什么教宗？我们看他的一辈子。在最需要学习耶稣教宗，从哪里看？从四福音书里面就看得出来四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耶稣从他的出生，他做木匠，他做的一切所有的一些行为，我们都从知道说耶稣的教宗里面他的出生，他里面他做木匠耶稣照理讲要到像摩西一样在王宫里面学习王子的律的行为，结果他做什么？做木匠他做的是木匠然后他12岁的时候带他到那个耶路撒冷的会堂里面，他竟然跟那些祭司在辩论旧约在讨论旧约圣经。那些祭司们，每个眼睛都瞪得那么大，12岁小孩呢，竟然旧约圣经比我们更懂这些律法他比我们更懂不得了所以他们也觉得很奇怪。然后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世人宣布：我用人的身份。我来受洗，可是我的洗是什么？一定要设立什么？圣洗的设立。所以第一次的3位一体的上帝也在，圣灵也在，耶稣也在，跟世人表明我们3个是一体，3位一体，同样有神的位格。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启示录4章6到7节，尤其在启示录4章的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它有4个面向。他有4个面向，他在那边敬拜上帝是有4个面向。那4个面向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有狮子，有牛，有人，有鹰所以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希望你们好好去查考四福音书，你就了解耶稣四福音书不像我们使徒书信，使徒书信是针对个别的教会发生的问题，有个别人发生问题，在使徒书信里面特别跟他们阐明，用圣灵的角度来讲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信息。总是四福音书里面其实讲拢足简单，当然对象无啥人看啦。马太福音讲主是君王伊是对犹太人讲的，
因为犹太人啥讲一个弥赛要来，所以伊讲讲这个弥赛就是耶稣啦。但是伫马可福音内面讲耶稣是安怎仆人的款式啊。马可是对保罗出去传福音的。马可是一个是巴拿巴的孙啊。马可留伫遐祈祷了后，因开始出去传福音。所以马可是亲近耶稣，知耶稣的款式的。伊知耶稣的款式是安怎？伊谦卑的罗卜啊。所以特别注重讲的是安怎？耶稣要定死以前，甲发生世界这样事。路加福音讲的是安怎？伊是一个人子啊。路加福音讲上者，伊是人子，伊是人子，伊是人子。啥伊是人子？伊是用上帝的体，加做人的款式啊。所以伊是人子啊。上帝体加做人的款式，约翰福音，老约翰所讲的、所写的是要互咱知影，伊是上帝的囝，伊跟上帝同质同体，他跟神是什么？同质同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那么我们为主工作，我们要从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主是主，就是一个王的生命。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我知道说显出是仆人的服侍，我们的服侍是仆人哎。我们不要以为你的服侍是比别人强，我们每个都要谦卑的服侍。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像神的完全。我们他也是人子啊，可他可以做得这么完全，所以我们学习耶稣的脚步。我们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他是老鹰啊，他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啊。我们要知道上帝怎么的思想，他的想法，他的作为，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第三个，就是我们再来2个礼拜特别要讲的，学习耶稣啊，全然像人。他耶稣就完全比照上帝的模样，完全学习上帝的款式啊。所以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第6章第5节到第8节里面，特别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学习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本有上帝的形象，伊本有上帝形象啊，无跟他上帝平等，他不以他是跟上帝平等的，他是同时同体的，反倒是什么？采取奴仆，说安尼你们在糟蹋人类。说真的，我们是低等的，就用人类来讲，在上帝的眼光，我们是比天使更低等哎，我们是低等的生物，你不要觉得你很强哎。你像一个小感冒，现在我们昨天去打那个流感。那个欧巴说打流感，你又手抬不起来是吧？我们现在啊都去打流感，一会儿那个 COVID-19 来，一会儿现在又流感又要来了。今天听说会很严重，因为我们已经流感2年没有爆发，大家戴着口罩，流感不太流行，但是再来可能2个都一起来哦。所以我们2个就昨天就赶快去打流感，打流感不要钱的哈，你们就要反省一下，要钱跟不要钱年纪就不一样哎。但相对的，我们要学习耶稣的心呐、啊，他谦卑啊，他虚己啊，可给家己啊，加做人的优秀，像来款式是不是定势的是不是？所以圣经讲，上帝把他提高为至高啊，说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呐、啊。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有2讲，我们自己要看上，然后学习耶稣谦卑啊。什么是耶稣谦卑的心？他有饶恕的心呢，他本身有灵续。做人民人的心嘛，耶稣安怎听人讲话的心嘛？耶稣做啥物？纯全伫上帝面前。耶稣佫一样啥？有服侍的心嘛？咱现在所上重啥？咱爱服侍，爱有一个服侍精神呐。这服侍精神专注伫上帝，伫上帝面前，伊真正服侍啊。咱有诚实的心嘛？所以做礼拜用信念加诚实来，用信念跟诚实来做礼拜啊。把一些事都要不。舍去掉，你要诚实啊！你要在神的面前来要充满着喜乐啊！你会遭遇到困难，在困难之中，耶稣也是喜乐啊！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这些困难都是神美好的旨意，而且他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忍耐，所以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受刑罚，他有讲什么事情没有？一个很重要。他都全然不开口，以防受掠，防安怎拍，拢总无开嘴。因为啊，顺服嘛，忍耐嘛。你传福音的时阵，当着足侪困难的，嘛足侪困难的5个人，毋去4到5开会，大拢约束，毋是要赶对到因兜做一暗顿，因太太拢要等你。哇，开会了，时间得要到啊！
飞机的班机快到了，大概呀冲啊冲啊冲啊，噼里啪啦，其中一个不小心哦，刚好一个小女孩在那边卖苹果，啪就把她冲倒，甲车倒，啊，时间都未赴啊，我死嘞，哦，啊，就开始走，个不要去要 check in。哎，大家一直跑的时候，一个人这边说：“我是个基督徒，这样好吗？”他就停下来，跟4个人讲说：“哎，我坐下一班，我立刻去改机票，麻烦跟我的太太讲一下，说晚一点回去，帮我折回来。”看到那个小女孩，在摸她的苹果，他才突然发现那个小女孩瞎眼呐、他看到瞎眼，他觉得很对不起她，他蹲下来说：“妹妹，小妹妹，我帮你捡苹果，你不要捡，你坐着就好。”那个小板凳，那小女孩坐着，他就帮她把苹果捡。发现那苹果很多都是因为掉下去，已经烂掉了，他就捡一捡。那个小女孩，我好喜欢吃苹果呢，你卖给我好不好？这些苹果都好漂亮。小女孩说：“我先生，我今天卖了老半天，我一个苹果都没有卖，你真的要买啊？”我说：“不，这苹果好漂亮，我好喜欢的，都卖给我。”他就拿出了100欧元，100欧元大概台币来讲差不多3-4千块，他就跟他这些苹果都买下来。等他都买下来的时候，那小女孩眼睛看不到，只能看着他：“你是耶稣吗？”又问了一句：“你是耶稣吗？”他跟小女孩说：“对不起，刚才我们应该停下来帮你捡苹果。对不起啊，对了，我这次出差刚好一些小礼物，你就拿着。”其实他把他出差费全部就拿给这个小女孩。小女孩说：“不必啊，你先买苹果。”他就塞给她。小女孩又讲了一句：“你是耶稣吗？刚才你们赚到苹果的时候，有人赚到苹果，我就是祷告说：主耶稣啊，帮助我！主耶稣啊，帮助我！然后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我就听到你的声音，你是耶稣吗？”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是耶稣吗？有人跟你讲你是耶稣吗？你所做的行为，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什么？坐在那个寄居谁，坐在那个最弱势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是耶稣吗？我们学习耶稣，要学习耶稣的谦卑，要去耶稣的服侍。他救了你，他救了你这颗烂苹果。我不是在骂你们，我就是烂苹果。我就是主耶稣所救的烂苹果，可他为了我这颗烂苹果，他情愿舍了他的生命。你是耶稣吗？你是耶稣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很常会在你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罪了你很多，但是我们要努力学习你的样式，我们学习主耶稣你的样式，我们随着你的脚步而前行。求你照顾着我们，也照顾了今天要去金山净滩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平平安安的去，快快乐乐的回来，让平安喜乐永远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蔡长老伊真好的信息勉励。咱这是要来回应上帝话，咱大家来吟圣诗第140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爱那营养骄傲。
请坐，这是请咱备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领奉献诗。请坐。下面要来公道咱会当为着咱今日个人所领受的，也是感恩认罪的代志来祈祷。咱抑阁有代祷的事项，咱会当来看咱的 PowerPoint 吼。咱为着咱今日的净坛活动来平安来代祷。过来咱第二，咱为着咱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还阁照顾因的亲人恳求上帝同在扶持。咱第三，咱为着陈昌腾因一家，陈昌腾、胡香茹、陈佩玲、陈嘉阳，为着美女姐因一家，为着因全家会当诚做上帝囝儿吼，还阁因后生许立志查某囝许美惠为着因的心灵的健壮来代祷。
咱就即时来起立，咱三甲功德。请咱议员徛伫，咱来吟上迎圣诗第386首。吟上迎煞，咱请林牧师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下面我来简单报告。报告进前，咱三甲来读本周的金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咱三甲来读，请。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咱华语来读一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章10节。下周圣讲论的，请咱来家己来看。
简单报告，咱今日因为净滩活动，咱小组就暂停吼。啊，净滩的活动，咱等礼拜结束，咱就要直接来出发。啊，过来咱今日咱是迄个教会总会锁定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那邀请咱的兄弟为着咱教会丢了教会的教育事工来关心大道奉献。啊，咱主日迄个咱蔡长老甲陈长老要去家人的安乐教会募款报告，啊，请为因来行程来带导。啊，过来咱过落迄礼拜10月30，咱有举办桌球联谊吼，桌球联谊哦，咱有要参加的，咱来填写咱迄个后壁的报名吼，报名伫后壁公布栏咱来安排比赛顺序。安尼咱报告以上，这是咱密道闭会。啊，咱这是让来互相行平安礼。